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去年伫台北有民众违规过车路，害骑奥多巴的民众累惨受伤，落尾法院判这个过路人就要关3个月。泰国为着要向游客去旅游，宣布11月到明年5月，台湾甲印度的旅客免签证上长会当停留30天。国小囡仔伫校园当咧流行中国抖音的塑胶刀，也若台中有国中生也空气穿伫咧校园门口翕影片，要甲老师呛声。去年10月，伫台北的西藏路有一台奥多巴为着要闪过路人，汹汹打动规台车安尼出去，骑奥多巴的民众也是摔较大空细哩。不过，这个过路人小姐认为讲代志发生和伊是无牵连，落尾法院是认定讲，这位小姐牵狗仔过车路无行伫咧斑马线，违反交通规定，和事故是有因果的关系，依照过失伤害罪，一审判伊3个月。穿蓝色衫的查某人是牵狗沿路边一直行，忽然间是徛伫路中，落去甲伊的狗仔抱起来，放入去刹车内面，佮继续用物件，才对斑马线边仔继续行。一个奥多巴过来，骑奥多巴的忽然间摔伫涂骹。那骨头的部分是都还没有好，因为半月板的关系。已经过1年外，这身躯顶阁有伤，当作是这一摔，互骑奥多巴的张先生真侪所在拢挫伤，正面骹目的骨头拔去，半月板嘛受损，讲是为着要闪这个人，伊才会失控摔车，去甲报案提告。他完全主张是跟他无关，对，态度非常强硬。事发到现在，我也是没有收到抱歉啊，对不起，就是都没有得到这样子的回应。检方在侦办了后，对过路人王小姐起诉，伊伫主张讲，这骑奥多巴是家己摔的，和伊无关系，而且摔车的所在和伊有一段距离。双方调解足侪摆拢无成功，法官审理了后，照过失伤害罪判伊3个月，会当用罚金来代刑。闪红灯的时候，他应该要注意来车，他也没有注意，好，所以他这个会被认定有过失，骑士也没有减速，那他是刹避不及，所以自摔，那他这部分也是负有肇事的责任，只要同时构成车祸的原因，都是有可能评价为刑法的过失伤害。当来到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台北市的西藏路，法院认为讲，这过路人无行斑马线，通过闪灯的路口嘛无注意来的车，过路无守交通规定，和事故有因果关系，但是王小姐是发无奈。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执着？就觉得说我没有错，因为8、9公尺绝对刹得住。敢要上诉，王小姐讲会阁考虑，虽然讲刑事的部分暂时就是安尼，但是骑奥多巴的嘛有提民事的官司，要求赔超过30万。即马专案阁伫一审在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既然有一只伤海翁的船，真正是讲可能是去互国军的迫炮飞弹拍到的。不过国防部今仔有公布检验的结果，显示船顶头插的成分无检出炮弹外皮插的成分，这就代表讲这炮弹无去卡到伤海翁的船。观光船的栏杆弄甲断去，最近依然一只观光船，哪像互国军的迫炮飞弹击到。引起关心，国防部公布测体检验结果，显示船插的成分是钡、盐、铬，并无弹插内底负责组链内里的滴。相关的数据显示，迫炮飞弹并无击到观光船。共同的成分里面包含了钡、铬跟铅，它的成分配比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我们这个在靶弹上面专有的这个 T， 它是用在这个阻燃耐热的部分。那这个是在船体上面是没有检出的，所以说我想这2个气体是完全不同的。李建清讲，同时阵比对海巡海军的雷达轨迹，观光船迄阵并无伫咧管制区内底。学者分析讲，栏杆受伤的分子是水平的，和迫击炮飞弹按顶头击落的弹道无同。迫击炮的弹道特性是抛物线从上往下。第2个就是栏杆所残留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分析，第3个就是渔船它损毁的这个形状不是垂直的，是水平的，所以这3个应该可以排除迫击炮的误击事件了。另外，国防部军备局长林文祥日前伫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讲，有可能是由大水查击到，有专家意见无同，讲大水查袂弄到遐严重。那它如果是漂流物打到的话，它的撞击力道不会那么强。因为那天不是狂风骇浪，除了漆，还有是撞击的力道，还包括声音。
是金属的声音还是木头的声音，要从这方面来做分析啊。若当事人观光船业者讲，针对国防部的检验结果，内部当咧了解，暂时无要接受访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是去到泰国观光的旅游季节，为了要吸引观光客，泰国宣布对后个月开始到明年5月，台湾甲印度旅客入境泰国会当免签证，而且上长停留30天。因为咱台湾人要去到泰国，就要办观光签证，开12块。对11月开始呢，是免排队，也会当省这签证的钱。疫情影响全球旅游市场，进入寒冬有3年啊。为了抢疫后观光商机，泰国官员32宣布，取消台湾甲印度入境签证限制，入境旅客会当免签停留30天，免签期限为11月开始到明年5月70。我们在沟通，希望能够都有一些优惠。因为当年的11月到过当年的机会，不是泰国的富贵，气候舒适是当地旅游大月。国内未少旅行社看准商机，除了用优惠价抢客，也看好泰国的免签政策，会让泰国旅游市场成长。预估整体在泰国市场注入活水之后，可能对整体的东南亚还有泰国市场可以再成长1到2成。这样的一个免签证，对于台湾的旅客可以省1000多块的一个签证费，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以泰国线来说，在疫后来讲，它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疫情进前108年，民众到泰国旅游的人数是83万人。继当年受疫情影响，当年减少，到去年才开始复苏。今年1到9月，更加来到56万7千人。也不过，泰国政府为了中正观光市场，早伫9月25，就实施中国旅客到泰国旅游为期5个月免签政策。也不过，这项力度亲像无激起中国旅客兴趣。反映的是泰国很需要观光客回流了，双方可以进一步磋商，那是不是双方可以变成互相免签的国家？泰国今年目标希望增加2800万人次的游客入境，唔望透过观光收益抵消出口等等，限制经济成长的影响。只是进前一直传出有民众到泰国旅游所封拐也是挂器官的传闻。安怎让泰国旅游无安全顾虑，恐惊也是泰国政府逼观光都爱先克服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佳能的介绍继续伫日台北市两商工会就宣布，拜四开始呢，这佳能产地含大瓜介绍1公斤落3块，变做是40块半加50块，这也是这个月落第2届咯。进前因为这进口两接是机票是唔对，真济县市拢宣布学校营养午餐禁止使用两接，今日重新来开放咧。地方的教育局表示讲，佫需要评估。12项山庄的卵是差不多拢卖了了啊！业者下晡较紧来补货，4到6个卵每一箱拢低甲满。业者讲已经收到通知，今日介绍这礼拜是开始，逐斤阁要降3块。伊家己看这空卵的介绍，阁算是袂歹。进的鸡卵真的买气差很多？不会啊。哦，是哦，还是有人买？都卖完了啊。12项嘛讲，伫社区的销售量算是稳定，不过这个月台北市两商工会已经2摆调降2价，顶一波10月20是降2块，这波阁降3块，产地价是来到40.5块，批发价是50块。工会讲，继续受到进口卵争议的影响，阁降价是希望鼓励消费者加买，因为卵价若继续一直落，受害的嘛是本土的卵农。一旦拢无消费者即马食较少，做甲伤济，饲鸡都无人要饲啊，都佫无鸡卵好食，影响到迄个生产者的意愿了，对啦。对。真正因为进口水卵这期限去标唔对去，专台湾真侪县市拢宣布讲营养中倒等禁止用水卵。农业部和教育部是发话讲定评估，对这新北市教育局讲，目前辅导的学校是使用现卡的国产卵、专卵的加工品，也是其他卵白质的食材，咁要改进搁在评估。本市将于蛋品源头流向标示均确保安全无虞前提下，审慎评估有条件开放学校午餐使用液蛋事宜。台北市教育局讲，已经请卫生局去加强稽查了解源头，会当教育局评估的结果出来再讨论敢要开放。台中市教育局讲，10月20有找家长、教师团体和学校的代表来研商，各方拢同意讲，这水卵的流行有疑虑，支持市政府是维持暂停使用水卵的决定，要确保卵品的来源安全了后，才会来考虑改进。目前学校的中昼顿会先用洗选卵，量含营养拢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职业篮球逼出
着一个拍假球，还有跋筊案，那这球员连教练裁判也拢参与在内。目前检调已经介入调查咯。新北国王执行长表示 ，PLG 的裁判拢挂乌鸭仔，挺好去追查这判决的时间过程是透明外开，挺好检视的。也那体院的台更那应着公告，已经要求全队的队职员签切结书，那总有违反规定，随时解除契约，也着爱赔偿3年薪水。篮球协会伫明仔载也会召3个联名的相关人员，做伙来研究防止跋筊机制。台湾下大继续涉及跋筊风暴，况且有更较侪球员、队职员甚至裁判涉入。将 PLG 执行长陈建秋30日 IG 呼吁，希望所有人拢会当珍惜真无简单，才搭建起来的舞台。也强调 PLG 为2021到2022球季起，有请 UFDS 监督比赛的全球搅拌，运用科技高测分析防搅，这两季无侦测到任何嫌疑。新北国王执行长陈信生伫开会记者会也表示 ，PLG 的裁判拢有挂乌鸭仔，会当追溯判决时间。透明化，让球迷、让媒体朋友、让关注者都可以去检查。无稳准任何涉入跋筊的代志。体院的台更大型公告已经要求全队队职员签切结书，若违反会随解约，搁赔偿3年的总薪水。高雄专业海信表示，合约内有明定相关条文，最近也要求全队签诚信承诺书。那协副秘书长刘成忠表示，目前无一致性的规范，会伫11月7日甲3联名的会议讨论。也会希望针对这一点，看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就是大家一起，包含各队、包含联盟，都给这个等于给球员一个更严格的责任跟义务。那伫 PLG 拍球，敢会当买另外一个联名的文彩？张成忠讲，即马无规范甲遐尔幼，也留咧讨论体育署是伫31先调集，那协甲体院代表了解。职棒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模式跟平台了，所以我们可能也是提醒，可能可以参照援引相关一个职棒的这样子一个防堵的一个模式。体育署表示，避免影响这个运动机制，未伤过干涉，也毋过建议会当参考重视防搅机制，也是建立防搅基金信托。毕竟张上前期全力去拼，才对得起进场球迷。记者综合报道。对中国抖音开始流行的萝卜刀，这款塑胶刀啊，伫咧国小这囡仔之间变甲是真流行。虽然是塑胶做的，不过这头前小可尖尖拄到也是会痛，可能会造成危险。教育局也要求地方政府要爱特别注意。目前双北、台中、高雄、台南、嘉义等教育局处也拢要求学校加强宣导和管理啊。今仔翕一个这彩色的刀片就看到啊，佮有咔一声，这款塑胶做的设计刀啊，叫做菜头刀。前一阵啊，伫咧中国的社群平台是真流行，即马连台湾嘛开始在销这种刀啊。各年龄层都有人，应该都是国小3年级以上到6年级以下，这个年龄层最多。因为1、2年级的话还太小。菜头刀就踩伫咧文具店门口的架仔顶，业者讲这销路一直拢袂歹，网络顶悬的电影片，真侪人拢讲这好耍，搁较袂刮着。不过用刀啊尖尖的所在，实际去测试，发现讲只要小可指力，纸都会突破去。家长烦恼讲囡仔在耍的时阵，用这支有可能会受伤。怕就是他们在玩的过程中会不小心弄伤，因为小朋友现在拿的是假刀，那如果他形成一个很制约的一个反应，说回家之后如果把真刀也拿起来这样玩，那其实会造成更大的危险性。学校是烦恼讲，除了受伤，更有可能会引起潜意识的暴力行为，也是对其他更加危险的刀啊出现唔对的认知，也是使用。台中市教育局已经发文要求加强管理和宣导，另外包括双北、高雄、台南、嘉义在县市政府嘛，已经拢发文给学校。就已经把教育部的公文函转到各校去，那也呼吁各校必须审慎留意，避免有不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物品进入校园。对大家在销菜头刀，前管基金会讲，因为成本低，加上凊彩拢买得到，消极的风险有难度，应该去予囡仔正确的使用时机和观念。
正确使用，那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文具。可是如果事实上是不当使用，可能会产生伤害。所以在这边也要让学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利弊。监管基金会嘛提醒讲，家长和学校应该建立完整的沟通管道。另外嘛要注意讲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避免互一寡唔对的观念，结果去造成因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昨伫网络顶头巡逻，发现讲有国中生拍的影片，介绍有人牙签佮冤家相拍。对查了后，发现讲是台中西屯一间国中6个囡仔来涉案。这囡仔表示讲，因为学校无要互因去参加毕业旅行，所以因伫咧校门口翕影片表达不满。画面当中的国中生手里摕疑似是枪的物件，沿路发甲大细声。头前的人一个一个闪开，因锁定另外一个国中2年的学生，佮发生冲突。打架！你要哭了，打架！快点，怎么去打呢？影片传起哩网络了后，引发议论。虽然无接到报案，警方也是主动追查，发现这群学生是读台中西屯区的一间国中。3日暗时陆续通知6名涉案的国中生到案。查扣几项违禁品，全部依法上班。查扣玩具、空气枪2支，手电筒1支，依涉违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侦办移送。警方表示，6个人当中姓杨的学生，因为未爽学校唔予伊参加毕业旅行，超工选伫线学时，伫学校门口起诉，佮甲影片传去哩网络，呛讲要拍歹学校的名声。若校方也说明，代志发生了后，有随启动校安通报，负责录影的姓杨学生，平常时伫学校就互人真头疼。用3字经，用一些不当、不雅、非常羞辱性的言辞，也骂过我，骂过学校的主任、老师，甚至会主动去抢老师的个人用品。那这个我们都陆续有在处理它，所以其实它目前已经是记过累计超过9大过了。校方表示，考虑到安全，有2位学生无法度参加这届的毕业旅行。姓杨的学生就找2个毕业生，佮有另外2个在校生，甲霸凌别人的过程翕落来。3日暗时已经通知家长佮监护人。校方也说明，因为是义务教育，无法度退学，会针对涉案的学生加强辅导，规范行为。记者台中报道。伫屏东恒春的海边啊，昨中昼有民众落去呛水，消防部搁再起来，因为伊奥多摆搁停伫河边，海巡等单位昨暗赶紧去到现场找人，不过找到暗时10点，犹原找无。透早来是继续找，甚至是分做是着海空的方式继续敲找。救援人员穿好呛水装备落水开始找人。屏东恒春3日发生呛水客失踪的事件，一个30几岁的男性中昼去上南边的海域呛水，然后失踪。海巡救援协会等单位暗时接到通报，赶紧到附近的片头渔港搜救。通报消防队垦丁分队与威金救难协会等单位，共同于现场海域按计搜救。截至晚间10点，共派遣14车、2艇、3筏56员，能会寻获失踪民众。暗时海边暗蒙蒙，视线真歹，海巡出动真侪人，摕手电仔做地毯式的搜寻。海上嘛会使看到来斗3工的渔船船顶微微的灯火。水下救援人员找真久拢无找到失踪的呛水客，伫其他人员协助下倒来船顶，伫暗时10点先结束任务。船顶的边啊，你切无处理，过来搭一个坑，搁挖对面头港仔入来。救援人员骑到水上奥多摆分配搜救范围了后，马上出发找人。把握黄金72点钟，毋拿海上海巡人员31一透早继续伫海岸来回巡视，并加派人手分落海空3路搜寻，希望赶紧找到失踪的呛水客，互家属会使安心。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这以色列地面部队继续侵入加沙地区。总理纳坦雅胡3日表示，绝对无要停战，认为这是会当互哈马斯甲人质放出来为伊庆祝，而且有得到美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第3日也召开紧急会议，面对证人呼吁停战来解救加沙人民的意见。以色列代表说，甲代表犹太文化的大笔之星挂起来，强调以色列有权力来捍卫国家。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走廊，同时地面部队地力推进。总理纳坦雅胡3日的记者会公开表示，向哈马斯发动地平战是以色列对国家军方的共识，就此施压哈马斯提悬人质获救的可能性。
伊也以美國真主港事件甲9月攻擊嘅對策為例，以色列未向恐怖攻擊屈服。Calls for a ceasefire are calls for Israel to surrender to Hamas, to surrender to terrorism, to surrender to barbarism. That will not happen. 美國白宮強調，需要採取將援助物資送去加沙人民手中嘅做法，也唔過支持以色列無停火決定。We do not believe that a ceasefire is the right answer right now. We believe that a ceasefire right now benefits Hamas. 以色列對加沙走廊嘅攻擊火力一點仔攏無減，已經引起過來支持戰爭甲反戰勢力嘅對立。哈馬斯測試攻擊以色列白走至少239名戰士，高達只有4個人互放倒來。環島人質安全嘅家屬，即幾工佇特拉維夫舉行示威，呼籲政府隨停戰，甲支持戰爭嘅人士爆發衝突。律師分歧也佇聯合國安理會發生，頂禮拜指責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偏向巴勒斯坦，所以應該是一路台以色列駐 UN 大使而登。三大地安理會緊急會議閣一擺會就展開，以掛代表猶太文化嘅大會之稱，就處譴責各國代表無重視歷史教訓。以下戰會已經3禮拜安理會到今還未達成共識。美國中定國連續好幾項協議草案，安理會會議會繼續進行議程，為加沙人民爭取人道救援停火嘅機會。公司新聞劉淑芬編譯。加沙走廊繼續遭受以色列攻擊，這死傷無數救援人員根本就無法度休喘。這政府不停不住欠缺，開始有難民從入去物資發配中心找物件。也若其他國家要停巴勒斯坦的活動，有示威民眾衝入去加拿大政府機關，要求加拿大政府就要出面呼籲停戰。只聽到各空襲急救人員真緊整理裝備前往災難現場。3月7日加沙衝突爆發了後，巴勒斯坦衛生單位就隨向當地有急救證照的專業人士發出調集令，不過隨着傷患一直增加，救援志工這個當隨時待命，真濟人到今已經3禮拜無轉去啊。واحد اللي هو ايش؟ الخدم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ي سبيل إنقاذ أبناء شعبنا وتقديم لهم أبسط ما يمكن نقدر إحنا نقدمه。以色列對加沙的空襲，到今已經造成超過8300名巴勒斯坦民眾死亡，其中約3500名是兒童。受到連續轟炸影響，加沙地區物資運送難度增加，造成最近有數千名攏佇聯合國物資發放中心甲倉庫，像麵粉、水甲食物。聯合國歡樂當地公共設施已經漸漸失控。雖然禮拜二閣開放33台卡車通過南海關口，逐工刷至少愛有100台卡車的物資，才會當應付當地需求。So our inability to supply medicines and equipment to the remaining hospitals is vital, and now we've been cut off from that ability, if you like, because of the high security risk in the north.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subhuman. Where do people go to the bathroom? How do you remove the waste? 全球各地繼續有停巴示威，30日有真濟加拿大停巴人士。總計佇12座城市佔領17個政府機構，其中包括加拿大副總理洪慧蘭甲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因要求國會公開呼籲停火。另外，美國大學校園反猶活動也增加，就名校康奈爾大學的猶太社群，就發生真濟件網絡威脅，目前聯邦調查局已經介入處理。公司新聞劉間編譯。美國三大車廠的罷工行動有重大成果，拜一傳出通用汽車和工會達成協議，同意4年半內面薪水會加超過30%，內容和另外兩間車廠是差不多的。這罷工6禮拜總算會當結束啊！為佇密西根的通用汽車廠化工人選擇官方，也表示執行罷工到底因堅守罷工糾察線超過6禮拜了後，總算傳來工會甲資方達成協議好消息。I think that was a relief for everybody, you know, like we have an agreement, so something's on the floor, so we know we won't be out here long.
这是美国三大汽车厂工人自9月15起发起联合罢工，表示福特甲斯泰兰提斯车厂伫过去1礼拜内连续让步了后，汽车工会搁一大胜利。根据初步协议，通用同意甲其他两家车厂采取类似方案，伫4年半内实质加薪超过3成。若还未达到相关薪水水准的计价员工，加薪幅度可能达到1.5倍。另外，退休金也起33%。对劳资双方最后达成共识，捌停罢工行动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感觉欢喜。They have reached an historic agreement and a hard-fought agreement that was really battled for a while, but it was all done in good faith. 美国三大汽车工会成员有我15万人，这届罢工高峰时期，上侪有我5万人参与，期间造成资方数十亿美金的损失，有增加烦恼。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后，车厂可能将压力转去消费者的身上。There could be some pricing pressure, cost pressure as it relates to the labor rates. Understood. We have different ways and different levers we can pull there. Maybe get some efficiencies within the facilities. 分析一回，美国汽车工会罢工的成功案例，一定会加速其他产业工人的典范。未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会加速趋势。那参与罢工的汽车工人表示，会伫业者正式宣布协议内容了后，登到工作单位。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AI 科技发展快速，美国总统拜登第30签署头一份人工智慧行政命令，目标是要建立 AI 的安全标准。目的是这 AI 若准出现有风险的模型的时阵，爱甲政府通报，佮爱说明安全测试的结果。也因为安尼事做落去 ，Microsoft、Google 也个 OpenAI 等公司，将有可能拢会受到影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来建立 AI 的安全准则，这嘛是美国头一份关于 AI 的行政命令。To ensuring the AI Bill of Rights to bring together leading AI companies who agreed to voluntarily make certain commitments to make sure AI is safe and the system is secure. 这份行政命令有8项行动，包括要制定 AI 安全新准则。保护民众的个资、公民权利，强化国际合作。内底上关键的是，要求企业伫开发有关个案经济风险的 AI 模型的时阵，要通知政府，嘛要分享安全测试的结果。另外嘛要求 AI 生成内容的声音、影像等资料，要加入浮水印，让民众会当分别真假。3-second recording of your voice. I've watched one of me on a couple of times. I said, when the hell did I say that? 3 seconds recording your voice and generate an impersonation good enough to fool, I was going to say your family, fool you. And they can use it to scam loved ones into sending money because they think you're in trouble. 美国参议院当咧制定 AI 法案，即马总统拜登早一步宣布行政命令，嘛呼吁国会爱通过立法，加强对 AI 的管控。这嘛是英国要伫11月初召开全球 AI 峰会的进程。美国所提出的重量级的资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嘛出席峰会参加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已经放调，讲要取消 ECFA 早收清单犹太。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石化、机械、纺织3项产业会受到影响。政府会协助转型，也有分散市场。机械工会有讲，目前对中国出口的比例一个伫咧降，袂像厂商已经拢有应对方式啊。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这短期内 ECFA 未化停就停。中国厂讲要取消 ECFA 早收清单优惠，而且延长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到2024总统大选进行一天。因为中国占台湾出口贸易量也有38.8%，若是片面取消 ECFA， 刘伟问政府要安怎应应？经济部讲有3项产业冲击会较大，会协助转型甲分散市场。是3.7左右，全球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个部分是204亿，所以这个部分那相关的影响的行业是石化、机械跟纺织会比较多的品项。三大产业石化、机械甲纺织工会拢讲，希望 ECFA 唔通断。不过这几年出口中国确实慢慢减少。机械工会理事长魏灿文讲，有的厂商转去别国设厂，也是增加伫中国生产的比例作为应用。不过对一寡中小企业也是出口中国较悬的厂商，一定有冲击。也不过唔是全面性，也是灾难性的状况。
第一个，大陆不要片面的这个撤销；第二个就是说整天去担心他们要不要去撤销不如把时间蹲马步慢慢的培养自己的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比较要紧10月的时候，国台办也才讲，继续维持 ECFA 的生效是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短期之内都没有 ECFA 会停止生效的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政府还是要预做准备。学者讲，中国停止 ECFA 协议，不是现阶段的选项，不过中国可能会暂停部分早收优惠。伫大选了后，阁要再观察。目前降价对中国依赖，维持会当合理控制风险程度，是台湾产业发展的上好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投资无预测的遐尼好，这主计总处第3季的经济成长率降到2.32%，比8月预测的2.54%减0.22个百分点。这第3季 GDP 也搁再调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也对8月预测的1.61%降低到1.55%。经济成长率那个你认为能不能保1.5是不是1.5？我们是乐观期待了。9月出口转正，中资连续12个月负成长。国发会所发布的景气电号也转唔拿定。主计长朱德明表示，今年 GDP 保1.5是乐观期待，不过国内投资动能冷冷，资本形成明显不如预期。主计总处下修第3季经济成长率是2.32%，比8月预测数减少0.22个百分点。今年经济成长率也为8月预测的1.61%下修到1.55%。第3季可能还是步调是有点放缓。那至于说投资是不是真的表现得很差？那其实我们认为基数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因为投资从107年开始到111年，已经连续5年的扩张。当地全球主要央行显示，全力对抗通膨的同时，日本央行却继续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日本甲国际市场带来压力，日本央行伫货币政策会议讨论调整息利率曲线管控政策，高温准10年期日本国债息利率升到1%以上。要对货币政策慢慢转走紧缩，对此国内学者认为，台湾伫机械甲工科技产业甲日本某种程度伫海外市场是属于竞争态势。那日本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有所调整，会有利台湾出口。先前的这种便宜的日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机械业者承受很大的压力，价格竞争优势就没有了。那如果说日元呢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汇率走势有一些修正的话，那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机械业者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另外，市场预期亚洲央行伫未来6个月内会升息，原因是美金走强加油价起。台湾央行监视会伫明年大选了后重启升息，引起关注。学者认为，为一般的无形掠算来看，明年大选了后到5日空期间，国内物价较无超过2%可能，所以央行暂时无升息机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合伫昨头一届政党协商，不过总统人选也未讨论到，外界也关注这郭文哲朱立伦侯友宜3人会面。侯友宜是呼吁讲愈紧愈好，那郭文哲是搁再强调合作爱公平公开。另外，民进党赖清德是批评这南北合拢唔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颠倒像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那当日拼联署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除了呼吁这支持者就要把握时间以外，也表示讲含大背下会拼到底。头前外学接天宫200周年的庆典，民众党的郭文哲和国民党的侯友宜2个人共场，各3摆握手致意。到底前一天，南北第1摆政党协商达成4点共识，但对总统人选选胜的方式同款是无结果。外界嘛关心跨诸侯当时见面，3个人要见面，希望能够越快越好。因为我们所有的支持者都非常的焦虑，到底蓝白合作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要很清楚的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交代。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比赛规则，要诉诸那种密室协商了、混账政治，我们不可以为了一时的利益失去这个党，你知道，或者说这个政治团体长期的信用。
国文题目中心合作爱公平公开，再去嘛办以铁同行3部曲的记者会，宣布开始1个月宽带活动。徛起伫出门箱仔，伫咧街仔都咧宣讲，嘛要征求17000外的监票员来做监票计划。民进党的赖清德是针对南北合和平南北，不是台湾主流的民意。蓝白之所以谈和，是因为不管蓝或者是白，都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昨天他们所谓的共识啊，我大概只有一句话，就是空。对我后续的竞选活动不会有任何影响。赖清德讲，南北合颠倒，更较成是联合第2个敌人，去打击主要的敌人。下晡的竞选行程伊无停，来到东台湾海线3乡镇成立大会，和台东县信赖台湾姊妹会成立大会。另外，继续在拼联署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因太太詹欣莹去台北联署总站去签联署书，呼吁支持者把握时间来联署。我们的联署行动进入到最后倒数48小时，我们一起体现主流民意最大化。郭台铭与赖佩霞定不辜负各位所托，我们会奋战到底。郭台铭强调讲，会和伊配咧做伙选的 partner 赖佩霞奋战到底。郭台铭的竞选办公室讲，联署书已经来到点算的阶段，会看状况伫11月初1还是初2的下晡，甲大部分的联署书送去台北市的选委会，其他地区联署书嘛送去当地的选委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6月30开始实行新的记点制度，一年逢记12点，就要吊扣驾照2个月。真侪职业驾驶是真不满，再去包围交通部抗议。交通部表示讲，会和地方政府做伙讨论，针对驾驶的诉求提出回应，也会检讨法规。这个问题不解决请你受害。不满交通新制伤过严格，违规记点可能会甲伊着趁钱。职业驾驶发动数10台计程车甲游览车，甲交通部围起来要抗议。违规停车除了罚600块，逐摆也搁爱记1点。若准一档内累积12点，就要吊驾照2个月。来抗议的驾驶差不多拢有互人记点的记录，有人1个月就互人记7点，有人是停伫厝内的修车场门口互人开单，也有人为着要接送人客上落车，也互人检举，拢无得申诉。你要申诉，你要花300块钱再去缴。第二件，我申诉了。到现在还有下文吗？没有下文啊！很多碰到这种不合理的东西，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做才能合乎政府的要求？透过网络发起的活动，车辆的数量无到预计遐尼济。台湾游览车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真侪驾驶敢怨叹煞毋敢来，就是惊评鉴的成绩可能受到影响。毋过，愿意出面的人拢是为着这份头路，呼吁政府爱做好配套的措施。我真这个严肃的保定讲，这个一定要修掉，哦，让这个所谓的检举达人哦，这样子肆意的到处告发，不是办法。全国汽车驾驶人权益联盟提出7项诉求，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另外有行程，所以无出面。交通部派出代表接受陈情，回应会整理驾驶所提出来的诉求，甲地方政府做伙研究解决，而且检讨法规。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11月初1开始就要禁止用一届就拼掉的塑胶杯啊！云林县环保局去年就大声推动环保餐具，做用这纯环杯等服务来做准备。11月初1开始呢，违规者上悬会当罚到6000块。店员摕出饮料循环杯装饮料，民众只要透过手机啊登录，扫描 QR code 就会当免费来使用。为了配合环境部限用塑胶政策，云林县为11月开始禁止一次性塑胶杯的使用，部分业者和民众都已经提早因应。对面的那个学校，其实同学们也是都会带自己的杯子。那如果临时没有杯子，也是可以跟我们借环保杯，这样使用意愿上还是蛮高的。就变成说，因为你分出去，你不知道，可能大家拿回家干嘛，又很难回收，就是这个问题。云林县环保局就讲，为了让业者和民众提早因应，禁止使用一届性的塑胶杯。去年开始推动环保餐具和循环杯租用服务，今年1月份到9月份，经过统计，至少要用4700个一次性的塑胶杯。如果我们饮料店如果没有充分的配合的话，那当然会接受这个裁罚。那裁罚金额从1200到6000块的一个罚款。这边还是呼吁前线的一个民众朋友了大家充分来配合环保局嘛表示，云林限塑政策
原本要向六都干部第7月实施，但因为业者反映，希望当用库存用得完，最后达成共识，为11月1号开始执行。至双安杯卖蛋茶、价茶照以茶行。目前包括斗六市好尾店，都超过50外间的饮料业者，都有提供照行的免费使用。继续用有报道。提供一个生活消息，予咱的观众朋友知影，这高铁宣布对12月开始，若准咱提早去买这票呢，有拍这叫做早鸟票，就爱输入这身份证号码甲徛名。坐车的时阵也爱查验证件，若准不合格就爱补钱。这高铁表示讲，早鸟票上价会当拍到65折，不过伫咧网络所有人提起转卖，所以对12月开始呢，早鸟票顶悬爱注记订票人的身份证号码，提这旅客坐车时阵爱查证件，若准验票无通过，就爱补这票价的一半。高雄市码头山有真侪保育类的动物，不过台二八线这几冬呢，发生不少动物和路边的车撞死的事件。公路总局甲林务署相关单位，即马伫咧桥骹建立生态廊道甲水池啊等，希望这动物拢行伫咧生态廊道顶面，降低保育动物或车撞到或车搞死的情形。一只骡仔家伫车路为骑机车阿白边行过，实在真危险。这是伫第28线高雄码头线路段，这生态丰富，袂少保育类动物。不过这几年拢动物冲去车路，或车弄到也是搞死。其中23到28公里是动物发生意外上侪区域，所以林业署甲公路总局等单位来合作，伫这路段桥骹设置生态廊道。我这几年我有伫咱的码头山2号桥，咱的桥底，咱有做一个生态廊道，然后把这个桥底，我有去营造相关这个动物因的一个栖息地，还有这个环境，还有包括迄种这蓄水池。根据林业署监测资料显示，火车龙蛇有8种类冇饲养动物，虽然8种类数量上济，不过因为骡仔体积较大，造成危险嘛较大。骡仔占饲养动物有12.5%，另外去年中大型饲养动物拢总有15只火车龙死，今年到达敢若7只尔。骡仔体型足大，所以若甲人的车弄到吼，伊个人嘛会受伤。人道吼。目前为止啦，吼是有较少有减少无毋对，但是嘛无介完全啦，吼。码头山生态友善设施改善今年是第3档，明年初第2条生态廊道完工，公路总局嘛伫桥骹设置饮水池甲充实沟，互动物惯习行生态廊道来减少冲到车路，保护人甲动物安全。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新德地区瓦近科航园区的高峰里，最近出现真侪狗仔，而且拢走入去邻家厝内面，造成民众困扰。专家讲，这款狗仔叫做琉璃虾，除了会当用药仔来偷，也会当用10拍汤水掺这3拍的平洗，是上介好的防治方式。社区树仔顶悬爬满狗仔，就连挂在电火条仔边的电箱顶面嘛拢是。狗仔的数量看起来实在有够惊人。有的甚至已经爬来到民众厝内。像我们刚刚，那个就会咬人，而且很快，而且咬人很痛。然后住家只要窗户有缝隙的，或是那个采光罩那一种金属方面里面有管子的，只要有缝隙，他们就会钻到里面去。新北市高峰里过去就出现过大量的琉璃狗仔，经过防治有消失一段时间，想袂到这阵啊数量却愈来愈多。专家指出，用汤水掺平洗，让狗仔炸转去狗仔收内底，是上有效果的防治方式。说利用3%的硼酸，再加上10到20% 的糖水，制成耳剂，可以做成流力防治用的耳剂。假如说你使用一般的那个杀虫剂，这种强效杀虫剂的气味会使得琉璃四处扩散，造成琉璃的危害更强大。新北市政府准备在19月初参科学园区以及新德县共同来讨论琉璃狗仔防治计划，避免狗仔灾情继续失传。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台南关电菱角鸟生态园区成立24年啊，这菱角鸟复育是有成果。所有风社讲生态园区到今拢无建照，园区办公室甲凉亭啊拢真旧。农业局表示讲，因目前已经有摕到一部分的建照，也有摕到林务局的经费补助，会开始做征收。
林角照伫田内找食米，平常时要看到这种景象，真无简单。24年前，因为起高铁关系，惊影响林角照生态，因此市府向大塘租地成立林角照生态教育园区，后续由台南市野鸟协会领用管理。实际来到园区详细看解说中心办公室的建筑拢真旧。根据了解，园区特档经费拢无够通用，甚至嘛风声者够大也未有见照。在111年的时候获得林务局的补助。那我们也着手在进行相关的建造的取得，然后后续当然有一些要进行补造的事宜，然后甚至使用实照的一个取得。农业局回应，目前已经摕到一部分的建照啊，林务局的分配拨经费有切付，因规划升起新的园区办公室，落尾后续修缮建筑，互园区通继续保育林角鸟。另外，影响鸟仔生态关键，也有林角田的面积。近来人口老化，佮加上天气变迁欠水，关田区公所指出，今年面积降到剩228公顷，产量嘛对咧减少，创下今年来上低纪录。台湾人老啊，退休啊，年轻人、少年人无爱做这道啊，爱规啊白啊规工啊，有的少年人无爱规啊。今年的面积可能减780家的款，因为今年无放水嘛，足侪无知啊。即摆是林角大出的季节，不过极端气候影响，农民的生活参生活拢受到威胁。公所参农会积极办产业文化活动，嘛替农民找通路。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今年这个10月到12月这段期间，就是帝王柚的产期。家己水上有农民种这款帝王柚，教训的帝王柚，唔但有芳开，而且真大粒，甚至平囡仔的面搁较大。甲外口套的袋仔摕掉，这把田的帝王柚，即马当时教训的期间，农民讲这种帝王柚的芳开真高，所以要用袋仔包起来，较袂因为芳开声汤拖来顶。为什么叫它香水帝王柚？因为它本身呢，到9分熟的时候，闻这边它会发出香味。它的表皮它那个果皮比较薄，薄的话它发出香味，很多果园都喜欢来光顾啊。好吃，赞。除了帝王柚以外，西施柚嘛是这段时间会当采收。农民表示，今年春天的时阵，因为雨水较少，所以今年收成的柚仔嘛较细。那个西施柚跟那个帝王柚的产期都时间差不了多少，大部分都是同时采摘。因为今年那个是干旱嘛，那个开花期春季的话干旱啊，干旱的话果实要长大啊，它没有办法长大，所以说它会比较小。农民讲，因为使用自然有机的种植方式，所以柚仔拢爱高温才会采收。就算是正常风台来的时阵嘛无抢收，虽然有较细粒，产量嘛有减2成，不过品质也是袂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由英国打造的全世界上界大只海旗飞船“天空者10号，10多年前就开始伫咧试飞，所以因为测试无稳定，本地掠准是要结束啊。最近说和英国上界大军火商合作，要甲这飞船开发做军用运输机甲侦察机，按算2026年开始生产。由英国货运航空交通公司打造的全球上大的飞行器“天空者10号”，为2012年就开始试飞。安尼海旗飞船，碳排放量比传统飞行机少9成，上这一摆用留伫空中5天，飞行效率悬。不过，伫2016年第2摆试飞的时阵，伫降落机头当落地涂骹，驾驶舱受损，好在机顶人员全部平安，无人受伤。因为试飞状况无稳定，海旗飞船好亲像要行入历史，不过伫这场减碳时代，佫一摆欠大家眼光。最近，甲英国上大军火商飞机系统合作，希望因开发制造军用运输机甲侦察机，按算2026年开始商业化生产。业者表示，天空者10号每一摆用载100人来回西班牙境内各都市或者是西班牙小岛甲马耳他的底道航班，所以西班牙一间航空公司都预定20架。上远4点钟的飞行距离，提供比传统客机更较舒适的舱房，装透明的地板。落地窗啊，当然要视天娱乐，也有餐饮的服务。Well, here we are on board the Airlander 10 cabin. Here we're fitted out with 8 ensuite double bedrooms, living and social spaces, and with the ability for passengers to take a multiple-day air cruise. But this same cabin offers so much space that fitted out for 100 passengers for domestic flights,
Every seat will be accessible to the aisle. You'll be able to look out through these floor-to-ceiling windows, and you'll be travelling in quiet. 真空车10岁飞行管道甲直升机同款，业者强调用伫较平的表面港路，包含水面沙漠甲雪地，对抢攻豪华旅游市场有帮助。啊，毋过这几年测试真侪摆拢出问题，煞互外界怀疑伊的安全性。公司新闻深入批评析。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22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马马祖对21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